Charlie Finer, welcome back。大家好，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这期视频我想给大家讲一讲怀唐伊条约。在新西兰的大家最近也可能听说了，有一场从新西兰北岛最北端一直到惠灵顿的一场守护怀唐伊条约的运动。脸上的晒痕呢，也是这2天去参加支持怀唐伊条约的运动留下的。那这期视频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怀唐伊条约到底有哪些内容，它对我们生活在新西兰的华人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请继续看接下来的内容吧。首先，怀唐伊条约是新西兰最重要的历史性文件之一，它签署于1840年，由英国代表 William Hobson 与当地新西兰北岛的部分毛利酋长共同签署。当时签署的时候，怀唐伊条约一共有2份，一份是由毛利语书写，而另一份是由英语书写。其中英语和毛利语的部分是由来自英国的传教士 Henry Williams 和他的儿子 Edward Williams 共同进行翻译完成的。那制作期间，由于翻译的原因，在英文和毛利语部分上出现了很多歧义，因此在新西兰关于怀唐伊条约的内容也一直有非常大的争议。怀唐伊条约一共有4项条款，第一条条款内容是毛利酋长承认将卡瓦纳汤啊交付于英国皇室。怀唐伊条约的第1项也是整个怀唐伊条约的核心，它强调了毛利酋长将新西兰土地的管理和治理权交给了英国皇室。在毛利语的部分并没有提到任何的主权问题，所以在这里主权还是由毛利所掌控的。然而在英文版本的怀唐伊条约中却出现了 sovereignty 这个单词，指出了主权，而签署怀唐伊条约的毛利部长对此并不知情。 Kawanatanga 的意为治理权和管理权，而主权的单词是 Rangatiratanga， 在条约中并未提及。签署怀唐伊条约的各毛利部长签署同意的就是关于卡瓦纳汤啊的毛利语版本。怀唐伊条约的第2条着重说明了这一点。在毛利语版本中，怀唐伊条约的第2条叫 Tino Rangatiratanga， 它的内容强调了毛利人依然拥有自己的土地资源、渔业、森林和传统知识的保留和掌握，同时也允许英国皇室优先购买土地，土地的主权此时还是由当地的毛利人所拥有。而怀唐伊条约的第3条是保证了一个平等的权利，它赋予了毛利人与当时的殖民者英国人有同样的权利，在法律上同等的被保护。这条条款确保了毛利人享有公平的法律保护权。而怀唐伊条约的最后1条是关于英皇室承认并对新西兰这片土地上的多元文化与宗教进行承认与保护。以上4点就是全部的怀唐伊条约法案的内容。在怀唐伊条约签署后，条约的内容并没有很好的被遵守，新西兰政府没有全面的履行条约中的承诺，特别是在保护毛利权利方面，毛利人不仅失去了许多土地，毛利语以及毛利文化也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受到了压制和禁止。到1970年，政府才重新开始了履行并重视起条约内容，并在1985年设立了怀唐伊法庭来调查毛利人的历史诉求。对于毛利人来讲，怀唐伊条约是一份和平协定，它保障了毛利人应有的主权以及对自己文化与传统的保护。对于我们生活在新西兰的华人来讲，怀唐伊条约也是一个平等的法律准则，它设立了平等的基准。怀唐伊条约的遵守与实行对于生活在新西兰的少数民族尤为重要。作为生活在新西兰的少数族裔，我们华人也受益于这种来自于法律上的公民权利以及法律的平等保护。条约的第3条和第4条强调了在新西兰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包容性与平等性。
毛利人的权利受到重视与尊重，影响了新西兰对少数族裔的包容态度。对于我们华人社群来讲，这种包容的态度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文化环境，使我们能够保留并传播自己的文化。拥有怀唐伊条约，使新西兰成为了一个更有自信、文化多元的包容国家。它的签订与实行鼓励了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我们可以通过了解怀唐伊条约法案的背后历史，加深对毛利文化的尊重与了解，并与其他族裔更好的合作沟通。那以上就是所有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关于怀唐伊条约的内容。那我们下期见 ，Ka kite ano。